各位旅客您好，为了维持服务品质，请勿在车厢吸烟、吃东西、喝饮料、嚼口香糖、槟榔。感谢您的支持配合，大众运输交通公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为了维持服务品质，请莫伫车手、食薰、食物件、啉饮料、爆香年糖、槟榔。感谢你的支持配合，大众运输交通公车。